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又到拍攝別墅展示到俾大家睇嘅時間到咗啦！呢套別墅既近珠海，亦近深圳，揸車去到港珠澳大橋35分鐘，去到深圳揸車需要50分鐘，都係一腳油門嘅事情嘅。如果需要交通比較方便，又係性價比比較高嘅別墅，而且仲係大裝修嘅話咧，呢套可以過嚟睇下嘅，報價230萬，仲可以傾少少落嚟嘅。呢個別墅前後左右都有鄰居喺度住噶啦。呢度係充滿人間煙火嘅別墅區嚟嘅，淨193平方，使用面積有260個平方嘅4加1房。呢個位置係別墅嘅前花園位置。咁講到車位啦，除咗外圍可以停車之外啦，打開呢個門，可以停到2台車喺自己嘅前花園位置嘅車位已經足夠㗎啦。一般家庭咧，其實最多2台車已經係好方便㗎啦。呢個前花園全部做好晒硬化，如果需要種綠植嘅話咧，可以喺花園兩側整啲軟化嘅地方種你哋自己嘅綠植㗎啦，唔需要擔心風吹日曬，因為上邊咧全部做好晒天花吊頂，仲有氛圍燈嘅，而且呢度左右兩邊已經有一個表台喺度，可以放招財旺宅嘅石獅子貔貅。咁風水上嘅嘢我就唔係好懂啦，我相信屏幕前嘅你會比我更加懂玄學呢方面嘅。咁左右兩邊啦，仲可以做2個成排長嘅鞋櫃喺度嘅，就算一家5、6口都已經足夠晒地方放鞋㗎啦。OK， 再行到入嚟呢個別墅區嘅第一層會客區啦，子母鋼夾防火門嚟嘅，質量唔差㗎。雖然200幾萬，配咗智能密碼鎖，仲有人面識別功能。到時候有朋友過嚟揾你，企喺門口就可以見到佢哋個樣㗎啦。咁呢個咧又係入門玄關位，左右兩邊亦有空間打造入牆式嘅鞋櫃嘅。轉過嚟左手嘅位置啦，係啱先所講嘅4加1房其中一個房間啦，細細地，作為監控室或者作為呢個別墅嘅雜物室比較合適啲啦。第一層廚房、餐廳、會客廳，仲有後花園連為一體。我哋而家見到所有嘅嘢，所見即所得嘅。雖然冇家私家電，往往買二手別墅嚟講，買呢種別墅係最慳成本嘅，仲可以買自己中意嘅家私家電，或者請設計師訂做自己中意嘅入牆櫃角等啦。後花園都係做咗硬化嘅處理，方方正正。而呢度側邊位咧，做咗部分軟化嘅地方，可以種啲綠植啊，或者打造一個長方形嘅魚缸都 OK 嘅喎。我哋而家重新再展示過1樓來廊情況啦。會客廳已經做好晒電視背景材喺度嘅。而且水晶燈、筒燈、角燈全部都 set 好晒嘅。哇！呢個餐廳位啦，放張8到10個人食飯嘅圓枱喺度，空間都係足夠嘅。而呢個廚房咧係需要自己訂做櫥櫃、儲物櫃或者係爐罩櫃喺度嘅。出邊嘅通風透氣窗係望到自己屋企嘅前花園位置啦。冰箱位就設喺呢度㗎啦。1樓嘅洗手間咧係設計得恰到好處嘅。樓梯旁邊已經預留咗電梯位俾你去加裝一個電梯嘅。而家國內一個電梯大概10萬蚊，質量都係好好㗎啦。咁啱先所講1樓嘅公共衛生間咧，就喺呢個凹位啦。我覺得咁樣嘅設計係比較唔錯嘅，因為好多舊款嘅別墅洗手間要麼就對住餐廳，要麼就對住會客廳。我覺得呢啲係好影響一套別墅嘅美觀嘅。2樓嘅扶手咧係做咗一啲木質嘅，個人覺得同而家所有嘅硬裝設計風格比較吻合啦。呢個凹位之前有啲業主就打造咗一個入牆式嘅儲物櫃，亦有業主將呢度咧係供奉菩薩角等嘅。咁後期點樣去設計咧，就睇下你哋自己嘅做法啦。2樓係做咗3個房間嘅，旁邊第一個房間係乾濕分離設計啦，行到入門口對入去係呢個房間嘅。不過而家係冇做到乾濕分離嘅情況嘅，後期自己
加裝一個玻璃罩喺度就 OK 㗎啦。咁呢度中間位咧放張2米幾嘅大床，係可以做到3面落床啦。出邊仲有一個比較闊落嘅陽台喺度嘅。如果唔中意用陽台嘅話，可以將呢個推咗出去，再封嘅話，呢個房間嘅 size 就真係大到不得了啦。咁望出去咧，講真啦，係樓望樓嘅，因為小型別墅而家喺市面上要前無遮擋嘅話咧，就絕對唔係200萬左右嘅價錢㗎啦。OK， 我哋再去睇下第二個房間。呢個房間比較適合做兒童房會多啲咯。雖然唔係套間房，但係佢有一個秘密空間，稍後展示俾大家睇嘅。呢個度嘅空間咧，適合放一個1.5米嘅床啦。咁對開去個側方向門口旁邊加裝一個成排長嘅衣櫃，就可以放到好多嘅衣服㗎啦。哇！行到嚟呢度就係呢個房間嘅秘密空間啊！哇！有一個好通風嘅私家露台喺度啊，而且呢個露台咧係直向嘅，望出去嘅景觀咧反而比啱先大套間房嘅景觀會更加開揚好多嘅。打開呢個窗嘅話咧，真係好唔錯呢個房間。OK， 我哋再去睇下第3個房間。嗱，呢度旁邊位咧係2樓嘅公共衛生間嚟嘅。後期都要加裝一啲玻璃罩喺度，先會形成乾濕分離啦。嗱，第3個房間都唔係套間房嘅設計嚟嘅，只可以放一張1.5米嘅床啦。出邊嘅陽台係通去頭先嗰個大露台第2個房間嘅。咁如果比較講究隱私性，可以喺呢度側邊位加裝一埲牆喺度。咁樣嘅情況底下咧，2個房間嘅私密性會更加有優勢啦。2樓主要係做咗3房2廁。OK， 我哋而家再上去3樓。呢套別墅係冇地下室嘅。如果一定要有地下室別墅嘅朋友咧，可以後台聯繫我，根據你哋嘅需求 set 符合你哋要求嘅別墅俾你哋睇。嗱，呢度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凹位啊，加裝一個主人嘅衣櫃都 OK 嘅。大部分都係中意買好多裙啊、衣服各等飾物各等㗎啦。哇！呢度咧成層都係主人使用嘅空間嚟嘅，非常之闊落，放張2米幾嘅大床，3面落床啦。然後呢個空間咧可以打造成自己私有嘅衣帽間啦。再行到入去呢度係呢個主人房乾濕分離嘅空間。咁呢個洗手間咧係成棟別墅最大嘅淋浴區嚟嘅，做到南北對流嘅。左手邊嘅衣帽間已經有一個好闊落嘅採光窗喺度㗎啦。再對過嚟呢度咧係屬於私人擁有嘅私家露台啦，方方正正冇任何嘅3尖8角，行到嚟出嚟真係好舒服啊！我最憎嗰啲別墅露台3尖8角，再大都冇用啊！嗱，咁我哋而家見到啦，地面全部做好晒硬化嘅，擔心風吹日曬咧，後期自己加裝一個遮光棚喺度就 OK 㗎啦。右手邊嘅鄰居咧，將成層都做咗遮光棚喺度嘅，可以過嚟睇樓嘅時候可以望過去咁去參考一下。其實錦繡海灣城呢個別墅區咧，入住率係非常之高嘅，真係做到充滿人間煙火。雖然業主開價230萬，但係仲可以傾少少落嚟嘅。喺大灣區相對於咁樣價錢嘅別墅咧，呢套我係俾呢隻俾佢㗎。買啲自己中意嘅家私家電就 OK 㗎啦。講下交通方面啦，其實錦繡海灣城可以講得上係比較適合珠海、港澳仲有深圳嘅朋友們嚟嘅。去到深圳50分鐘左右，揸車去到港珠澳大橋35分鐘左右，然後再去到香港1個小時到1個半小時就可以去到香港好多地方嘅。而且未來嘅深珠通道落腳點亦係呢個錦繡海灣城附近嘅位置，到時候運營咗之後30分鐘都可以去到深圳嗰邊㗎啦。所以咧，深圳、珠海仲有港澳嘅
朋友，要揾一啲入邊裝修比較新淨，200萬左右嘅話，呢套非常之有誠意，要約大家過嚟實地睇下嘅。另外，可能有好多朋友太耐冇嚟過呢個敏捷錦繡海灣城，因為7年前呢，呢個樓盤的確係了無人煙嘅。你要商業嘛，乜嘢都冇；你要交通，亦都冇而家咁方便嘅。畢竟7年前呢個深中通道仲未落成嘅，但係商業呢，而家敏捷錦繡海灣城已經係好方便㗎啦。小區門口周邊好多臨街商鋪已經係營業咗㗎啦。啱先呢，我都喺出邊嘅臨街商鋪食完飯先過嚟拍攝呢個別墅嘅。各種嘅生鮮超市、美容美髮、寵物園、醫療店，亦都係有一個酒樓 set 喺呢度。鍾意飲早茶嘅朋友呢，都可以去到海灣城售樓部門口嘅酒樓嗰度飲茶嘅。如果需要大型嘅商業綜合體咧，可以去到珠海嘅寶龍城商場咧，入邊衣食住行從平民消費到高檔消費，全部都係一應俱齊嘅。除咗呢個敏捷錦繡海灣城嘅小型別墅之餘啦，成個中山珠海包括江門大大細細嘅別墅，由精裝修到毛坯，我哋都係有好多貨可以推薦到俾大家嘅。如果有要了解呢3個區嘅別墅嘅話咧，都可以後台 WhatsApp 我，講出你哋對別墅嘅要求，鋪片俾你哋去睇㗎啦。OK， 介紹到差唔多啦，歡迎大家點個 link 支持一下，多謝晒大家。